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28半日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延寿。当日呢，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网路上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嘅最新消息。国家今日呢就系表了嘅，一个5一连休假期就会到来嘅，28日5一连休假期为注意按多马街咯。等下以下呢，就会同乡亲朋友来小结。唔过呢，第一块时嘅时间呢，NT 鸦片呢有一个草案部长发生嘅最新消息，我同大家来做分享哦。也就系一个民众热线来讲防疫合作，一个民人呢想系美国，总呢唔系中国，系 NFV 副总陈时中哦。第一草案部8点台湾时间8点嘅时间呢，一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Alex Azar 同 NFV 副总陈时中呢，夹条就用讲天话讲了差唔多有半点钟研究，佢针对28日防疫的情形，但系都有相关的材料来进行讨论，来进行会谈咯。佢哋28日会谈当中呢，嘅美国嘅片主动承诺呢，喺台湾啲28疫情当中呢，就建立同道嘅专业本机来解决夹条防疫物资动欠嘅暗用嘅问题。韩国呢 NFV 副总呢陈时中佢除嘅呢针对台湾认真讲28台湾嘅防疫整件係做到同好，嗰種呢除要針對防疫材料來進行交流以外呢，韓國呢副總呢沒有同美國嘅爭取，希望呢加條天數喺台灣呢用觀察嘅人能身份來參加今年嘅 WHA 大會，韓國呢希望呢一個能辦呢一個 WHO 做啲本喺台灣呢完整呢來參加相關嘅會議，韓國有相關嘅機制，就希望呢天數美國嘅片來天數台灣呢來加入 WHO， 佢針對安用情形呢，美國嘅片呢，具有再個強調，會全力來支持台灣參加 WHO， 韓國有全世界相關嘅衛生事務，還有講到講，另外呢，美國同台灣呢，鴉片呢會來進行喺呢度，仲係有嘅研發，韓國有從1年嘅研發一到相關嘅衛生交流，大部分呢就係認真講，28疫情雖然講造成呢全世界有動人嘅死傷，不過呢台灣啲28疫情當中，呢啲咩流認真講防疫做得同好，嗰種呢咩本呢台灣呢國際關係有行工前行嘅一態鋪，也未算係一件好消息咯，也係草案部長發展嘅清醒消息。沙倫呢現在過嚟關心到，就係講喺台灣籌備嘅清醒以前呢，喺台灣籌備呢係冇增加一個新確診嘅一個武漢肺炎嘅確診案例，也未係幾件連登2日都冇確診了。係講呢喺台灣呢未係連登15日冇新增加嘅本土個案，整件談到嘢嘅消息呢，喺本體間呢都同風險冇，就因為講台灣疫情整件係有卡翻呢。唔過呢籌備呢啲指揮中心嘅片又要同大家講，就係講有先前解除隔離嘅民眾，亦啲解除隔離呢，前主要呢就係話採檢300都係陰性，這樣做嚟解除隔離。唔過呢一下發現呢，有一啲民眾其實啲解除隔離過後，又發現採檢係陽性嘅情形。稍後呢就嚟看呢新聞報道。那年荷蘭總理嘅助理部為到希望台灣當在阿們本基調，老表示對台灣嘅友好，指揮官陳時中反推小面輕鬆加動作，指揮官女有連年2日冇人確診，不過陳時中咪希望做得了管制，變做平常需求嘅注意嘅，鄭州的維持度很好。你台灣現在的管制不多，好，但是他還是希望說心理上能夠更踏實一點，但是要更踏實，那就自我的生活的管理。好，相關的這些規範要能夠遵守得更好，那才有辦法放得更寬。不過談說好消息之外，14人中重宣未證實，國內出現嘅挑戰嘅300 PCR 核酸檢測陰性推展過後，因為遲到新冠挑雜過去自然治療才檢過後，係有種性嘅案例，一下都負壓平方隔離當中，不過相對來講冇安慰成人咧。所以他在回到家裡以後，又覺得有一點胸口不太舒服的感覺，又到醫院去。那到醫院裡去就再幫他再次採檢，結果發現非常非常弱的陽性，代表的意思就是說那個病毒是有4、5，不過我們還是把他回到醫院裡面去再去住院當中。另外針對攀石監控官兵感染抗體結果冇強弱，中常宣講3件實驗室感染方法有啲冇強弱，韓國抽血嘅事件沒有檢查，都可能會影響到結果，所以部分官兵會做第2擺嘅抽血來查清楚感染嘅結果。客家新聞網友孫千日台北報道。
佢哋針對有接觸隔離民眾，也有發現有變做陽性的情形。嘅指揮中心嘅片就有講嘅，其實呢，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呢，其算係變化動態喲。嗰種嘅先前呢，仲係壓力去到近巴黎嘅台上，見係入邊係個凍久哦。前主要呢就係講，認真上班下佢檢測係陰性呢，唔講呢上班下又係陽性呢，一個病毒會變來變去哦，都難來解決哦。如果說呢針對有問題，有民眾係300採檢過後又變做陽性，嘅指揮中心就講，其實唔是太過嚴重，下來呢會繼續來針對嘅接觸者來進行追蹤來自家注意空間就好。而因為講按樣情形呢，算係一個病毒嘅傳播力其實唔係當強，佢造成一個傳播人嘅機會可能就冇按過嘅。然後呢，因下呢睇下行外來關係呢，就係一啲盤沙監當高權監下邊個嘅情形係樣嘅，一啲盤沙監呢咪幾件連登講嘢都冇形成假嘅確診個案呢，係講呢啲前幾年嘅時節，一啲對一開始表示疫情嘅時節，差唔多幾件個月有1週禮拜按久嘅哦。嗰種呢指揮中心就因為講佢頭一層呢觀察期已經結束嘅，下來呢行外再過來觀察1週禮拜，假使呢一啲2禮拜結束過後呢，都發現冇人係陽性的無人確診，嘅所有嘅一條官兵都做得解除一個集中隔離嘅。唔過呢指揮中心還係建議講，一條下邊個假使解除檢疫、解除隔離過後，還係自家來注意空間、清熱按久，希望呢留一個防疫做到清楚起步，亦係針對關於進行疫情的部分。而家關起來呢，台灣疫情期間參參嘅有卡翻呢，故說呢，亞太家呢就見討論講，到底哪樣是呢？台灣嘅相關嘅管制將做得來並用哦。第十二時間呢，一個衛福部長陳時中，佢就有去到立法院來接受大家立委嘅質詢哦。佢就有講到嘅，認真講一下台灣嘅疫情，看起來呢已經有控制下來嘅。故說呢，也嚟經濟發通做得適度嘅來並用。唔過呢，亞太家見討論講，愛並用係愛並用哪一部分哦？係話並用亞視啊，還係講並用900一條相關嘅限制。嘅陳時中，佢就冇清楚嘅同大家講，因為講一部分呢愛用嚟做海外繼續來討論關於台灣疫情係用嘅變化，將做對來做決定。唔過呢，還係建議所有民眾佢出去無論係參加乜嘅社交活動啊，佢出去留了時節，都還係愛保持社交距離，做好自家防疫，為第最尾也就係清好嘅防疫咯。佢無論係用嘅並用，唔都做得來好好嘅保護自家。咁呢，佢唔單止台灣呢一下防疫嘅相關嘅措施係見來見籌備一條相關嘅防疫物資，一下呢咪見來見充足。故從呢先前呢就有名有其中因為講，像係假使一紮最咩，一個最咩做嚟用2年，我就係用3年按久。嘅一下呢就動到民眾數地方就動到嘅最咩都冇用到。一條呢就建議政府講，佢敢做得落一條最咩見本人。故說呢，一個指揮中心沒有參考民眾建議哦，一下呢民眾都做得呢留掃描留自家先前冇買嘅最咩見出去見本。他是要醫療物資國家，嘅話用來見到，因為看到嘅一條相關嘅一條鋪錯，佢就係講，假使先前呢民眾有啲網絡上用手機 app 來買一條最咩都為動手術一條相關嘅方面咯，就係強調係入到全部嘅快一同嘅地圖嘅一個 app 嘅點快地圖嘅空間嘅一個都件譜，一個算係都件譜嘅地圖呢就會有一個線控哦。所以講呢，唔做得去參加研討救出，一部分呢假使點到去韓國有相關嘅條文，看詳細過後點同意，唔就做得咧老亞先前冇買嘢做咩見本其他國家，亦係同時有醫療物資嘅相關單位哦，對政府呢一下呢會按用做，前主要呢就會希望講，台灣一下防疫物資算係幾件有啦哦，亦希望呢本民眾自家來發揮愛心，來聽數其他呀全世界含疫情東嚴重天氣無就係國家。再來呢，而且個同情朋友來提醒呢，就係亞禮拜5，就係5一連休假期，為注意按多碼解哦。建議民眾呢，假使一下手機正見動動片咯，民眾做嚟用手機來下載一個 app， 一個 app 呢係政府前交通部來提出嚟一條1968嘅 app， 一條 app 呢先前係本人來看路況嘅，先主要呢就係本人來看講，呢條所在查卡多，佢就會用無強用嘅色來
做表示哦。也呢，为到110呢，古所交通部其中留一个 app 来做加强，一啲地度呢有人潮警告，也部分也係新嘅功能哦。前主要呢就係用橙色、黃色、韓國有紅色也3種無種樣色來提醒大家講，佢國內呢有當到嘅旅遊景點呢，可能係人較多所在，就會講一啲紅色啊，就會講一啲所在呢，已經開始進行管制嘅，希望民眾較冇需要。一啲橙色嘅所在就會講一般上係正常人較少嘅。大家呢做啲風險去留掉，但講你假使對黃色嘅世界，同情朋友就係注意嘅，就係鴉片呢年紀經有掉嘅多嘅，一啲看起來呢有開始起種嘅情形，假使呢民眾在講呢批可能會年紀更多會造成呢一道人體檢可能會造成一道防疫上嘅風險哦。嗰時候呢用入數據嘅 app 就講，希望呢政府呢希望用卡呢片卡合乎民眾生活需求嘅方式，同大家來做提醒。我哋也談講呢個 app 係有動到世界好問題，也係呢有引起爭議。接下來呢就會來看呢新聞報道。大概交通部高速公路 Q 改之968路況 APP 係住2點兩個榮民山主嘅副顯示係風色提醒人動到，實際去到現場，路水太係就會個好停車，馬太連天就移動影響當地嘅氣象，唔過影響個冇驅動引導。我覺得還好啊，空氣也好，現在人不多。我覺得還不至於到擁擠啦，對啊，因為你們在現場都看得到嘛，對啊，就是還好啦。為到控制5年數字連實價期間嘅流中中流行之前就會出現到高速公路968 APP 升級走加強版，佢頭路名圖順後嘅條線增加嘅人險標示作為景點，橙色係轉上，黃色係代表研究核導，紅色係建設險，全台灣做230世界景區本研電險，包含交通部趕緊13個國家風景區，建設部趕緊廿幾個老商圈，南華還有中華電信整合嘅3張言論引動到嘅素材，還有指揮中心建議嘅素材。那我真的讓我們無法理解了，你看台北市的防疫警戒區才只有4個，台南居然佔27個。台南真的有，台北市的這個確診病例數有110幾個，台南市只有16個。我們真的比台北市這麼危險嗎？對各個地方的那個營業點的話，減少了收入，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會擔心？會擔心，因為現在真的是太少人了。台南市狀況非常反彈，共台北市強勢嘅景區本研電業，台南就27屆唔合理，批評中央上派參與呢個假期，反對是普建成過後，台南景區只下做冇成立，兩下就列得22個景點，點解也少冇成立？難為也有面做少，使用 APP 來夾成研究，為咗感應原始嘅問題。是就總量，它沒有設體積各支，因為我們基地台附近大概都會知道說你手機有開，有多少的那個大的一個數據，用這種方式呢來做智慧的交通管理跟服務。交通部強調，稍早暫為咗指揮中心正式公布加強版嘅 APP， 列下 iOS 版本已經放過新嘅，外總理同希望在呢禮拜3之前上架。除了看得到景區研究幾多，也為咗景點停車場嘅信息，天呢一版就唔會再個半年天，大家就得隨時調整行程，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呢，一個1968嘅一個 app 呢，先前呢就已經係本地就有嘅 app，就會外本大家來看路況嘅。唔過呢，針對人潮嘅警告，一部分呢算係新嘅功能，一部分呢算係將來實施。故所呢有動到嘅功能呢，都係冇做到動手起步。唔過呢，認真講，其一下呢基建標到用路向本民眾來下載哦，將喺捱籌備時間呢，就基建要去下載嘅整件要看得到一個人潮警示一個部分哦。唔過呢，再講一個功能一開始出來過後，有動到嘅自信其係唔錯嘅。故所呢針對應用部分呢，就有動到嘅一個從係旅遊業者就動建中嘅，從因為講假使啊一個人潮警告提出來過後。為開假條呢，種人客都唔敢去嘅。而且睇下呢，假使有聽講看到講假條呢，有啲一啲標示都放喺人客度嘅，啲假條就唔敢去嘅，會造成呢一路從係一路檢防啊，都會攞假條推提應用嘅情形。有啲啱早就講，一個政府應用措施，真見會開到假條就會捱唔下去嘅。唔過針對應用情形呢，其實政府呢係呢主要講，希望講提倡大家講也係唔係講為限制民眾總嚟出去啦，係為大家本大家做一個提醒，給民眾呢假使出去有保持社交安全距離，有做好相關嘅防疫措施，還係做得出去留了。大部分呢係為本大家係那防片來看一下係那片人家多所在就盡量許多批的所在留了，也咪係做得咧。那麼呢也可以針對
地图嘅 app 呢，自身也係唔錯嘅部分。交通部係講相關嘅自身會繼續來改進，繼續來加強，韓國有一個好雜咩要提升嘅。也看法呢，係同一個指揮中心係共用哦。前主要呢就係講，希望呢，現在講先前呢疫情造成有動盪嘅點加成力度做唔下去嘅，也部分其實台灣疫情已經有加翻呢。故所呢，一啲民眾注意啊，韓國有相關嘅經濟發通係係有必要嘅。不過呢，提倡大家啲出去嘅時節，最尾係可以記得帶到韓國有保持社交距離，出去留了一部分係係完全冇問題嘅。前面呢也係有一個國際航嘅消息呢，會同大家來做分享哦。最講呢，現在一下國際航有同對國家先前的疫情動嚴重，故所呢就有一道國家同地區都有提出相關的封城的措施哦。而亞邊呢看到呢係西班牙嘅片呢有同到小朋友啲記錄空照到同歡喜哦，現在也到啲先前的封城措施也有漸漸的開始來變用嘅。而呢西班牙政府呢就有公布講，也下當年呢。有關嘅物價假使有聲音嘅，但係聲音呢當年做嚟出去了1點鐘，唔過呢加到出去嘅時間呢，都係有加到嘅額外啊，冇就係物價人來批定嘅，一般呢搶做嚟有10，個物價人批定嘅就聲音呢出去留了，千主要呢就講嘅就聲音呢，關啲物價太久嘅會影響加到嘅心情，也係成分咯。而家呢全世界我看起來疫情漸漸嘅有加翻呢，故所全世界面開始來討論，來解除相關嘅管制措施，唔過到底為用嚟做怎麼樣用也嘅全世界防疫咯，也部分呢係政經同考驗，但係國家係個有但係政府嘅亦都有相關嘅指揮。基上呢，就係亞拜同大家來整理嘅疫情清醒消息，基有關關於清醒嘅疫情發展，未想從小朋友繼續來做聽，都會下晝2點，誒客家清新聞同大家帶來嘅直播消息。客家清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紀麗玲。當日早上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醒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新聞。